嚟做咩啊？唔知啊，我都唔知喎。各位同學早晨，早晨。今日咁早叫大家返嚟呢，就係要你哋去玩一個歷奇遊戲。歷奇遊戲。係啦，今次呢個遊戲呢，就會係要你介紹下澳門嘅歷史城區嘅，你哋會得到幾個任務錦囊。陣間呢，你哋會去到唔同嘅旅遊景點，然後呢去完成任務嘅。有冇問題？得冇問題。問題 ？No problem。咁準備好嘅話，就隨時出發㗎。我準備好啦。出發！我哋出發啦！我哋今日第一個地方要去嘅係噴水池。好，我哋到咗噴水池啦。黑白地氈襯托雪白嘅人祠堂、市政處大樓、玫瑰聖母堂，呢啲都係充滿歐陸風情嘅打卡熱點。當然唔少得郵電局啦。等我打開錦囊先。合照大挑戰。不如揾嗰個。好啊。你好，我們是皮道小學的學生，好高興認識你。你來自哪裡的？南的。我們有份功課要拍一條視頻介紹澳門的旅遊景點，可完成一點任務。拍這條影片的目的是希望吸引多一點人來澳門玩，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完成任務？可以啊。我們想邀請你和我們拍一張合照。可以啊。我哋已經完成咗第一個任務啦，我哋而家要去第二個景點。等我打開錦囊先。小吃大挑戰，好嘢，有嘢食，我最為食噶啦。我哋已經到咗大三巴啦。嚟澳門玩一定要去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，佢前身係聖保祿教堂。大三巴牌坊腳下有一條手信街，澳門嘅特色小食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噶。哇，真係隔住個 mon 都流晒口水啊！咁我哋先去買嘢食啦。我哋第二個任務係請遊客食澳門特色小食。請你吃蛋卷。謝謝。我哋完成任務啦！